白变白变白变，啥物代志啦？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要甲你问呢，哦，啥物问题？就是啊，你桃园人嘛吼，你敢有了解桃园？啊，我上惊人甲我问这个问题呢，啥都讲？因为我家己嘛无了解。哦，我会互你拍牌，你敢对起恁桃园？啊，我知影啦，阮的市花是桃花。桃花啊？哦，这我嘛知影。啊，阮中华是啥？迄个，无要紧啦，咱今仔来宾是中华来的啦，伊一定会知啦。哦，安尼紧甲伊问。啊，你著还未开场？啊，对啦，我伤期待，袂记你啊。你莫看人缘投身材好的安尼哦。好啦，好，开场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家来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咱来欢迎今仔日来宾中华通的秘书。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中华米寿汤迄个米寿。原来是米寿汤的米寿。哎呀，无你当做一下。无你当啥物都一个秘书。我想讲，根本是煮菜迄个米寿吗？秘书。多米发寿米寿。你今日做趣味的呢？你是咪看到来宾来变较活泼安尼？我袂讲。你有无暗爽伫心内啊？呢，我嘛毋知我要安怎。秘书，你敢知影今日是安怎邀请你来？我其实介欢喜啊！你想要来听我黑白那个歌？因为这是节目嘛，咱袂使讲一啊，想无文雅的字，啊，都爱跳过。哦，你会使讲话，甲你避掉。你有听到我咧讲啥无？其实吼，就是因为阮节目已经就是1周年啊，阮尾啊，阮就是咧想讲1周年，阮会使做啥啊？因为我中华人，我就是有。你嘛中华人哦？对啊。你中华倒位？园林嘛。园林嘛，阮二水。就我知影，咱这认清吼。阮这伤细啊，因为阮之前已经讲过。我咧中华上南边的所在，你知道？对啊，阮是市区上南边，因为阮园林嘛无算个说。啊，毋过恁园林嘛是算都市呢？对啊，阮都市呢。恁园林拢甲中华咧整的了。无中华甲阮袂比。中华市甲阮袂比字哈，爱讲清楚啊。要整起来哦！听众朋友啊，其实这就是阮1周年想的特别节目，因为我本想讲我是中华人啊，拄好阮伫网络面顶有看到米寿这篇。会使大家评论讲是中华人的硕士论文呐，应该是硕士论文。无人毋敢安尼讲啦，我都是凊彩黑白写的人，凊彩黑白看看啦。卖咧骗伤过去哦。这个标题是写做“假啊做是中华人的100种方法”。哦，我逐条看拢讲对啦，就是安尼啦。啊，阮就请白边看了了，想讲叫伊跟看卖一寡，就是伊是外地人，看到这个物件了，感觉有兴趣的。安尼，咱先请秘书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敢好？简单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秘书。头头讲过啦，吼。阮倒是伫夜市咧卖牛排啦。牛排，因为自细汉甲大汉。无穿衫迄种诶，你莫安尼讲哦。是牛啊！人当作阮毋是纯的哦。因为因伫迄牛排当做热的，因拢会烫目体啦。哦。迄落台做热的，啊你若食牛排过目睭，啊，食啥物会过胃？食啥物过胃？人讲啉酒过肝，食槟榔过喙齿。哦，是哦。啊，像食我即款烟斗的，就会使过少年啊。你安尼等下都袂落哦，伊等下伤烦，伊等下伤痛，等下都袂落。你开始热起来啊！免热，我甲你连起。免食牛排，我就热起来啊！一只豆降到18度，好无？啊，恁老伫卖牛排，嘿，过来。因为自细汉到大汉，我拢伫夜市咧走总啊。对。啊，真正是夜市啊人生，你知道？我今年已经35岁啊。35岁。啊，自无自8岁时阵，就对阮爸母伫夜市咧走总。35减8是几偌济？哎呦，嘛是20几年啦。系啊，因为有即站的关系啦，啊，所以伫中华各个地区拢会使听到一寡较新鲜、较趣味，也是讲外地人袂知影的一寡代志。对。啊，我会写这篇文章，其实是因为讲，迄当中有咧看一个节目叫做哈哈台。哈哈台。对。
我就想讲奇怪，阮中华嘛介趣味啊，哪有？想要不来中华？系啊，哪有无人要来采访阮中华？我就一开始原本是写40点尔，40点，嘿，啊，毋过有诶人看着，感觉讲啊，你还有啥无写，过来你报去，啊，就一直报到100点，感觉个真假。嘿，所以这嘛毋是讲我一个人咧功劳啦，这嘛是大家拢做伙提供我意见安尼。我看看嘛想要补一点，我看看嘛想要补一点。对点，你敢知咱园林8高山的楚留龙，进前是全台湾上长的。是哦。对，你看，搁一点哦，园林人啊，这个学着啊，这个学着。园林人，啊，想要问讲，就是你当初是40点的迄个文章的资料是拄倒位来的？拢是我自细汉到大汉啊，我有印象的啦，是讲我一寡长辈啊，是大人甲你讲的。哦，啊，你嘛厉害呢，伊安尼甲你讲，啊，你搁会记哩？搁会记哩啊，因为会去人问啊，若拄着朋友啊，像讲我伫园林读册嘛，对，我读实中的嘛，对，啊，当阵就会甲同学啊，伫遐咧开讲啊，讲了解讲，各个所在伊的文化是安怎。我甲你解说一下哈，北边实中就是崇实高中。高工，你老开哩！阮在地人是拢直接讲实中啦，阮小弟嘛实中啦，蛮实中就好啊。迄个后边的弟弟歹势吼，你读实中，我甲你念对起啊。等下去玩家无？袂啊，因为伊哪会敢搞安那？嘿，你这些吼，累死！我莫甲伊安那读真好啊，真假。所以讲，当初是伊40点，就是你家己自身的经验。对啊，啊，搁一寡长辈分享互我。啊，朋友后尾甲你报的时阵，你迄个敢有去查？譬如讲，因甲你讲，你就是直接接收，还是讲你会搁去小可查一下？一定爱查，一定爱问。譬如讲，若是讲报道的代志，对，就会问几个报道朋友，啊，搁网络查一下安尼。你要确定讲你想的物件是正确的。网络，音是网络，因为网络是网啊，你进来咯。歹势啦，免啦，各个所在伊的口音拢无。对，这嘛是咱中华趣味的所在。对，而且咱佫会去受到华语的影响，啊，而且园林人佫有一个足趣味的成语，咱有英健腔。对，咱等下讲着，咱等下讲着。咱等下讲着，安尼咱就要来讲，就是外地人北边啊。你感觉趣味的题目，你来甲阮两个中华人开讲者啊。题目你念啦，题目全部拢互你念。毋管你要问啥，阮绝对拢印会出来。我是惊讲你今仔日无话通讲，拢两个中华人你讲啊，所以今仔日题目拢互你念啦。阮共乡的我都，阮个姓张真够张。系啊，讲毋对我张互你看哦。对。好，安尼要开始问啊。好，你讲。就是有一条讲，毋是啊，你毋是要问管会，你毋是要问中华馆的管会。是问管会哦。管会我阁真正毋知影呢。我想起来，啊。管教是辣椒。我有看迄弗莱因啊。我甲你一个，我互你一个小提示。管会你一定会知，伫田尾半暝啊，还是讲坐火车过去会光黑。哦，迄我袂晓讲咧。菊花，毋过菊花是较细蕊的啊，较大蕊的迄都。你讲波斯菊哦？毋是呢，向日葵。太阳花啊！哦，你拢讲日头花。哦，日头花。但是咱田尾伫种的，暗时爱出电火，迄拢是菊花。菊花啊！对。我本来拢想讲迄是太阳花咧。无菊花，因为伊就是用迄电火去控制，就是伊开花较紧发安尼。迄个像迄火龙果安尼嘛。对。你若讲迄日头无够，像顶个月一直咧落雨，啊，阮遐咧种迄火龙果的啊，因都拢会开电火互伊。所以恁是讲火龙，毋是讲红龙。毋是。哦，好，听众朋友啊，迄若是为种火龙果，还是为种迄菊花，阮两个若讲毋对吼，请你下杯来甲阮讲啊，阮会甲你回失礼啦。啊，无啦，路边仔看到会使老生气体啦。阮即摆做到回失礼，逐工拢咧回失礼。好，来，互你问。好，安尼知影管会啊，问其他哦。顺手要甲你讲哦。迄全台湾的菊花啊，阮中华出产上济啦。1/2。你以后若有需要菊花，我给你机会都会想需要。是想的无代无志的，主要菊花啦。无你开想要就是做一个花裤啊，你是有熟悉了啦。像啊，跳肉粽节爱摆的，迄毋是爱摕菊花。敢有无啦？无我乱讲即段加掉。哦，结束。
以后你若需要叫回就甲我讲啊。你拢麻草啊，麻草哦嘿，乌龙这条跳过，这条跳过，好，过来，开始。就是内底有讲到妈祖鱼啊，就是白色的海翁，安尼想要知影白色海我讲啥？海底，你这样，我等下就送你约会哦。白色的海底，随送你。好，这段加掉。白，我要甲收进去。海洋甲海底，海洋甲海底，白色的海底，嘿，白色的海底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白色的海底这个典故咧？哦，因为当年的春天啊，差不多3月到5月啊，伫咱台湾西海岸，就是尤其是咱中部迄个所在啊，拢会发现到迄白海猪，就是伊身躯对啊，就是身躯顶伊是白色，啊面顶有粉红色的点点，啊迄叫白海猪。啊，因为人咧讲嘛，就是挖溪食鱼嘛，挖溪食水，挖海食鱼嘛。啊，自咱迄当阵古早人，若看到海边有啥就食啥。对，啊，就是发现到白海猪。嘿，啊，因为拢是伫春天3月到5月出现嘛。啊，所以人讲叫伊讲妈祖鱼。对，因为迄当阵就拄好是妈祖要出巡的日子，啊，而且。因听讲民间咧传说讲，几啊届拢是妈祖出巡的时阵，因才出现，所以大家拢讲，迄白海猪就是要来看妈祖、送妈祖的。所以有人讲，迄是妈祖的卡铃。哦，对，卡铃，啊，尾仔就是卡铃水粽，就是哦，像迄我连妈祖会徛海底啦，对。哦，那所以尾仔，伫阮鹿港嘛有一间就是白海猪的妈祖间，对，啊，伊甲别人无共款，一般妈祖是。人是坐椅，无就是较威严，啊，毋过伊下骹是有海猪的。对，而且伊手揢迄系啊，我拄则看袂记咧。光明灯啦，光明灯，真个啊！对，伊手揢是光明灯，嘛是上顶讲就是海洋文化，啊，还有就是北海猪的保育，爱甲咱的信用共款做伙传落去安尼。对啊，阮中华人真正是赞啊！阮中华人就是挖溪食水，挖海食鱼嘛，啊，食东食铁食塑胶配啊卤面安尼。这间阮中华人，阮朋友啊，阮朋友真趣味。过来，过来就是中华无百货公司哦。正经的啊，对啊，正经的。恁原林敢有？无，但是其实嘛无。但是，正港的老园林人就知影讲，园林捌有一个。竟是百货公司的一栋大楼，黄金大楼，对，黄金大楼，迄即摆变几啊楼啊？几啊楼？啊，伊早号做黄金帝国，啊，迄当阵也是东吹西的讲，伊要起咱园林上厉害的百货公司，结果尾啊，火烧厝嘛吼，火烧厝啊，佫有伊一寡迄股份啊，不清不楚啊，对啊，就是一栋楼可能有200-300个产权啊，所以尾啊就分袂清楚，啊，过来就毋知是安怎着。咱台湾就是安尼啊，雄雄的烧起来哇！系啊，无代无志烧起来呢。啊，烧起来了就分袂清楚，啊，尾啊，佮因为就是股权问题，就等伫遐。对。落尾伊隔壁条的另外迄个他买货，较有名。我袂使拍广告啊！嘿，袂使拍广告。倒去会使讲啊！我要讲安买货啊！啊，佮有迄。有吗？无迄中华甲园林个无，园林个无，遐中华才有，对吧？吼，中华台中较济。啊，有一间中华百货是啥物？中华百货是，其实就那超市安尼尔啦。超市在地安尼。即句刚我都讲，即句刚会使讲出来，应该是不要紧啦吼，咱也无替伊拍广告。无啊，因为中华百货即摆嘛倒啊。倒也会使讲。找无半间啊。啥物？对，倒会使讲。对，而且就是因为像阮中华去到台中。因为台中的真侪百货公司拢开伫咧交流道边啊，所以其实阮驶车去30分钟是方便的啊。对，而且无就是坐火车，因为中华若要去台中，其实几站就到啊。对啊，因为中华市是伫中华上北边嘛。啊，伊上我台中嘛，隔一条溪安尼尔，所以几站就到啊。啊，所以做者中华人其实拢会去台中底下咧，50块啦，50块就到啊。50块就到，安尼哦，对啊，就算是去佚佗安尼，对啊，百货公司。毋过我感觉
足生气诶，那为什么阮中华明明阮嘛真好开啊？阮的消费能力足悬诶，我知，无百货公司真正是啦。你看诶，中华百货公司可能几啊机条拢阮中华人赞助诶哦。反正已经赞助一站楼啊，有可能，等于叫攻击。听众朋友啊，这阮中华人诶效果啦吼，毋通想气啊，欢迎各地区有哦，先直接要先募集。桃园诶，哦，桃园人徛出来哈！即集阮中华人欺负桃园诶白边哈，迄吼有迄桃园诶要来甲白边做伙欺负黑边哦，欢迎报名啦嘿！无哦，桃园即摆佫有分三国哦，对啊，中立啊、桃园啊，佫有青埔遐，你嘛知影？迄分三国哦，你爱看你是倒位诶哦。对啊，阮拄好，阮两个伊毋是中华市诶，我就 OK，无要紧。湾林甲中华战争是战袂完诶，有鹿港啊，对啊，鹿港诶伤远啊。你只要讲一句，鹿港人都毋敢讲话啊，你鹿港也无车头啊。对，拜托阮湾林大站呢，我来讲，你有去过湾林无？无，阮湾林火车头即马生做拿高铁站呢。系啊，我是规个中华第一个高架化。哦。我敢若去过迄中华火车头，就骂迄伤拗过啊啦，迄拢会已经变300年前啊，古董级啊。迄无度讲。伊即摆头壳内咧想讲，因即两个到底是做？好，继续。好，过来就是有迄都市的传说。对啊，阮囡仔时代就知影呢。阮囡仔时代知影，是大人甲恁讲诶。嘿，大人可能嘛是叫阮伤皮啊，就讲吼啊，你若去鹿港诶海边啊吼，袂使往海伤近啊吼，会有迄水鬼啊起来掠高铁啊，你若看到迄路边有啥物锁啊，还是讲有一寡金纸袂使去啊搭哦，去刷着哦。哦，因为就是以早就是。其实毋是拿鹿港尔，其实就是中华，是讲台中，还是就是咱中部沿海，其实拢会送肉粽。但是迄当阵就是因为鹿港，因为因较传统，就是里长会公布，而且大家就是感情较好，所以就去传说。哦。传到尾啊，就是规个中华基本上你若白肉粽。迄落诶，就是拢会做即个仪式对。哦，白肉粽我有听。像我家己阿姑嘛是白肉粽，啊，毋过因为阮遐毋是海边啊，阮遐是山区啊。人讲海边啊上海嘛，阮山区有上山。所以恁敢有甲迄楼梯是楼梯，干嘛？无，伊是伫迄灶骹诶牛啊遐，我规个牛啊都要记落来，对，因为。进前有一个新闻专题有做，因迄当阵是记楼梯，对啊，而且就是伫迄个送的过程当中嘛，有发现就是真无法度解说的代志。若是有兴趣的人，家己会使去找看卖哈。啊，若去找这个过程快，过程若发生什么代志，毋通找阮啊，无关系哦。恁家己要找哦。即集咱可能讲100届，甲阮无关系。啊，有迄男女朋友袂当去八卦山，对，因为人讲中华敢若迄八卦山，而且八卦山佫毋是山，你知无？对啊，八卦山毋是山，对，迄大埔嘛，大埔对，对，而且讲一个较笑亏的，迄个大佛啊，毋是八卦山的产物，毋是，对，八卦山是三国家风景区的管辖范围，啊，毋过迄仙大佛毋是。安尼哦，对，就是产权的问题。对。而且迄八卦山遐，佫有一个，就是伊内底有一个水墙瀑布。因为遐有一个吊桥，就是男女朋友绝对袂使去遐，行过就切啊，行过就切。安尼哦，对，我拢招阮朋友做伙去。高中时，你若感觉讲啊，这段感情吼，真正是愈来愈无意思啊！你又讲无，咱来八卦山来约会者。这嘛是真厉害啦，但是。我自身的经验就是，阮高中同学真正是去了就分手啊！啊，我这个人是无经验啦，阮18岁尔，袂使到咱。啊，是干那袂当行迄个吊桥，还是规个八卦山袂使去啊？拢袂使去哦！而且遐佫有一个18地角。歹势。你发你手一条歌啊！听众朋友啊，这吼就是有一个人录音的时阵手机还无关掉，咱即摆要发伊手一条歌。别人的生命，
安怎别人死命安怎？是公斤个包银，我帮你配音啊者，你的咧？爱看是戏哦。命大钱。哦好，我互你过准过。而且阮迄北光山有迄18地角，对，哦，足趣味的哦。就是咱去遐看的。自以前阮若细汉的时阵啊，阮爸母拢会讲吼，你若个伤皮啊，或者带你来当地18地角啊遐。恁国校啊敢有去？国校啊校外教因为我国校校啊是读台中的学校，啊，阮爸母是中华人啊，叛徒。无阮爸母中华人啊，毋过虽然我伫台中出世大汉，啊，毋过我嘛是做爱中华人呢。我以我是中华人为骄傲，你知道阮迄吗？当阵我会记是小学是当时，阮的迄校外教学，阮的远足啊，阮的远足就会去遐。我会记我去过2届，细汉时阵感觉最恐怖的，有去惊到无？有啊，因为伊有迄就是机关，就是伊就是暗，啊，因为伊即时就去嘛暗，啊，你行落时阵伊有迄有诶物件呢，啊，就跳出来，啊，细汉就，哦，是啊，迄小孩时阵，迄查甫拢做无聊，因为伫边仔甲你吓惊。啊，规间个叽叽叫安尼。对，啊，大汉了起来感觉足好笑的。你就知影讲啊，迄拢假迄做的。甲遐假着，毋是，即摆大汉看，感觉我迄做甲遐假着，是那我迄当阵就惊。所以是一间庙哦。伊是对，伊一间庙，啊，毋过伊迄都是另外个有做有一个一个楼，18地角。对，一个楼啊，你是在行落去安尼。所以真正有18站安尼。伊讲有18站，伊是无18站，伊是伊是介绍18站地角，伊每一站是咧创啥物？对，但是伊就是伊伊可能就是即站有几楼，即站可能就是譬如讲有啥物地角，啥物地角，啥物地角，对啊。到底有几楼？我细汉时阵，我嘛无你去印象网络查者好无？你手机啊伫你边啊毋是中华人，中华人知影18地角就好啊，你是你要落地角，你家己去嘛。好啦好啦，伊当会讲，我若无爱落地角，啥物落地角？布地是要配音吗？好，过来，好，过来就是写讲无大型的电影院哦。对啊，啊无大型的哦，拢是地方的、看电影的小小的电影院，有无大型的电影院，迄伊啊个这时阵来讲啊，大家拢来阮园林看电影啦。对，啊，毋过中华即摆电影院嘛拢都甲差不多。哦啥物？中华电影院今年就是阮高中的时阵会去，就是火车头出来正手边，两间嘛，两间，搁一间是斜对面。对，斜对面对。啊，伊当阵就是有2派。有一派人就做介去即边迄间，有一派做介迄个。无，即个时阵你就会使看到阮中华人偌爱整啊！对，你看北北是中华一个电影院2间嘛要整。嘿，两间嘛要整，人就会整讲吼，啊，迄间的服务较好，迄对间伊也较好坐对啊，啦。迄间爆米花较好食啊，凤凰美啊。对，啊，过来后尾就拢去台中看啦。对啊，因为台中的电影院较新较大间。对啊，但是阮园林嘛做趣味的。你若想要体会，就是电影内底迄种看起来恐怖，那会有鬼啊走出来，迄欢迎来阮园林的电影。无啦，你即摆安尼讲，佫会去用攻击哦。会去用过啊，即段加掉啊。不，因为伊即摆有翻新啊啦。哦，伊有翻过啊，翻新啊。但是伊有翻过，但是嘛是个算是古早味迄种啊。伊就是伫迄什物，伫迄市仔面顶市仔的2楼。对，啊，你半暝去遐拢暗，因为所有的灯拢收起来。啊，看起来就恐怖的，啊迷茫安尼。啊，迄附近有鸡脚蛋甲换粿会使食，啊，佮有肉丸。鸡脚蛋袂使食。好，有时间我来去看卖者。欢迎。你若来，我再带你来游览。伊个是要去找你的吧？过来，过来就是中华人的特殊的地方口音嘛。中华人的特殊的地方口音嘛。等一个呢，搁等一个呢，笑啥啦？噔，是你的是无？你是要讲这对无？听众朋友啊，听到这你就知影吼，时间到啊啦。嘿啦，若想要知影搁较精彩的剧情，无啦，咱无啥物剧情。咱后半段嘛做精彩的哦，咱中华人加做中华人的100种方法，啊，搁有中华人的一寡就是故事哦，就咁算故事。好啦，你就当作阮讲故事啦，嘿，会记后礼拜继续收听哦。就安尼啊，遮尔普通，哪呢？这个袂啊，但是无人甲咱收买呢。好啦，咱就安尼啊，下礼拜再会哦，再会，拜拜，拜拜。
3合1是咖啡糖、奶精，啊，2合1是啥？都咖啡甲糖尔。你看，真哦。阮路边边拢会请来宾唱歌，好，所以我头拄仔想到一条歌，叫米索加咖啡。无酒，多谢你的提供。嘿，米酒啦。再见哦嘿。你看，伊嘛是感觉是咖啡甲糖啊。哦，恁中华人想的拢共款啦。系啊，结果答案是有糖甲无糖。茶色。对啊，咖啡一定要有糖吼，无糖是要安怎啉嘛？无糖的无法度啉。无糖的袂好果子啊。袂好果哦，哦，阮就是差不多拢即个声啦。换你啊，换你讲话啊。我讲话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敢有烧声？无呢，好，即个声水，安尼是水。甲你介绍者，阮的角色我是黑边，伊是白边。安尼黑白边。对对。啊，恁饲的马有做黑白哦，是人黑白马，斑马啊，别乱买啊，黑白马啊。哦，我要甲这拢加入去迄花絮内底。哦，安尼紧甲伊问。啊，你等下袂开场，开场。